川普政府即嘛要求哈佛大学要取消校园的多元共用计划，也毋过是去互哈佛大学拒绝。川普即嘛虽讲伊要取消哈佛的补助，即嘛佫放调讲嘛要取消哈佛免税待遇，而且嘛要下令不爱互即间学校佫去收外国学生。啊，毋过呢，这政府歪爸爸的做法是引起全美国60间大学校长不满，因此联合徛名来支持哈佛大学，甚至有一寡学校佫要联合告川普政府乌白台预算。取消22亿美金联邦补助款，6000万美金合约金，拢无法度予哈佛大学接受联邦教育部所提出的改革要求了后，川普15伫家己的社群媒体答文，表示若是哈佛继续推动政治意识形态煽动甲支持恐怖分子的一边，无定就应该取消哈佛的免税债务，以政治实体来扣税。国土安全部部长诺姆隔天宣布，若是哈佛无伫4月30进前交出外国学生签证持有者非法甲暴力活动的记录，安尼就会失去招收外国学生的资格，并取消2笔总额超过270万美金的拨款。哈佛是透过声明指出，会继续依法做代志，也毋望政府也会当安尼做。若是联邦政府要对哈佛这个大家庭的任何成员采取行动，希望是具有明确的证据。依照法律的程序，并尊重宪法和所有人的权利。All students here are incredibly proud right now that Harvard is standing up for academic integrity, that it's standing up for free speech, and we just hope that Harvard is gonna continue to stand up against any pressure from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另外一方面，哈佛保护师生维护学术自由的努力，也得到全美国60间大学校长的联名支持。普林斯顿、麻省理工、伊利诺、康海尔等真侪间名校，甲哈佛以联名诉讼的方式向麻省联邦法院控告川普政府删减联邦经费的做法。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